进入2024年，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美国电影迎来了一波高潮，许多美国大片一定当在2024年上映，其中不乏经典电影 IP 的续作，广大观众们可以大饱眼福了。那么2024年最新美国大片哪部好看？2024年美国最新上映电影有哪些？下面细说，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4年最新美国电影排行榜，既有2024年正在热映的大片，也有即将上映的佳片，一起来了解下吧。看看你最期待哪一部？《电幻国度》。《电幻国度》是由乔·罗素、安东尼·罗素执导，米莉·博比·布朗、克里斯·帕拉特主演的科幻动作片，于2024年1月3日美国上映。该片改编自西蒙·斯塔伦海格的同名漫画，故事发生在一个全新的1997年，在技术崩溃后，人类被孤立在各自的 VR 头盔里，与一种奇怪的巨型战斗无人机作战。一个失去双亲的少女穿越美国寻找失散的弟弟，一个流浪汉和他的机器人加入了他的旅程。放下旅程。放下旅程是由丹列维执导并编剧，鲁斯内加、卢克·伊万斯等主演的剧情电影，于2024年1月5日美国上映。该片讲述因失去著名作家丈夫而悲痛不已的艺术家带着2名好友去巴黎旅行，在那里混乱不堪的秘密和难以直面的真相在他们之间曝光。暗涌。暗涌是由布莱斯·麦奎尔执导，怀亚特·拉塞尔、凯瑞·康顿、艾米丽·霍菲尔、加文·沃伦等主演的恐怖惊悚片，于2024年1月5日在美国上映。该片根据2014年拍摄的同名短片改编，讲述在美国职棒大联盟打球，地雷和他的太太伊芙搬进新家，后院的游泳池不仅让孩子们玩得开心，然而这栋房子阴暗神秘的过去即将释放一股邪恶力量，把这一家人拉进无法逃脱的恐怖深渊。正义联盟无限地球危机上。正义联盟无限地球危机上是由 Jeff Wimster 执导，马文·沃夫曼编剧，达伦·克里斯、乔纳森·亚当斯等担任主要配音的科幻动画电影，于2024年1月9日在美国上映。该片设定为一场涉及当时 DC 漫画全宇宙的巨大浩劫，各个宇宙的人物都将共同面对一个前所未见强大的敌人——反监视者。反监视者意图通过反物质能量吞噬所有的平行宇宙，使多元宇宙归为虚无。一次空前浩大的战争由此拉开序幕。王牌杀机。王牌杀机是由托马斯·文森特执导，塞斯 ·W· 欧文编剧，凯利·库克、大卫·奥伊罗、比尔·奈伊等主演的动作惊悚片，于2024年1月12日美国网络上线。该片讲述艾玛在新泽西州郊区有一个出色的丈夫和2个孩子，她也有一个受雇刺客的秘密生活。当这对夫妇决定通过一些角色扮演来改变平淡的生活时，一场危机随之而来。养蜂人。养蜂人是由大卫·阿耶执导，科特·维莫编剧，杰森·斯坦森主演，杰瑞米·艾恩斯、艾美拉·威尔·兰普曼、奥比纳德里·乔什·哈切森参演的电影。这是一部节奏飞快的惊悚片，深深沉浸在养蜂人的神话中，通过一个非传统的故事探索普遍的主题，于2024年1月12日在中国大陆、美国上映。阿盖尔：神秘特工。阿盖尔：神秘特工是由马修·沃恩执导，亨利·卡维尔、布莱斯·达拉斯·霍华德等主演的间谍动作片，于2024年2月2日在北美上映，2024年2月23日在中国内地上映。该片讲述埃里康威是一名畅销谍战小说作家，当他笔下虚构故事中的情节，机密特工阿盖尔执行一项企图破获一个全球间谍组织的危险任务，竟然呼应了现实世界中一个特工组织的机密行动时，他安稳平静的居家生活从此就被搞得天翻地覆。蜘蛛夫人超感觉醒。蜘蛛夫人超感觉醒是漫威出品的漫画改编超级英雄电影，由 S.J. 克拉克森执导，达科塔·约翰逊、西德尼·斯维尼、伊莎贝拉·莫塞德、塔哈拉西姆等主演，并当于2024年2月14日北美上映。该片是索尼漫威宇宙中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超级英雄电影，讲述作为一名急救护理人员的凯茜意外觉醒预知未来的能力，并与未来注定非凡的3位年轻女性建立了情谊。当危险逐步逼近，他们能否成功化解危机？太空孤航。太空孤航是由约翰·伦克执导，科尔比代编剧，亚当·桑德勒、凯瑞·穆里根、保罗·达诺等主演的科幻冒险电影，于2024年3月1日上线 Netflix。该片根据2017年出版的同名科幻小说改编，讲述宇航员雅各布独自前往太阳系边缘执行科研任务，6个月后他回到地球，发现婚姻已经触礁，
而唯一能帮助他挽回妻子兰卡的，竟然是潜伏在飞船内来自时间之初的神秘生物哈努什石沙丘2。沙丘2由丹尼斯·维伦纽瓦执导，提莫西·查拉、梅赞达亚·科尔曼、斯特兰斯卡斯加德等主演的科幻冒险电影，于2024年3月1日在美国上映，2024年3月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。该片改编自弗兰克·赫伯特的同名小说，讲述了保罗·崔迪公爵加入了弗里曼人阵营，开始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并训练军队。与此同时，保罗必须努力阻止只有他能预见的可怕的未来。